Hello，大家好，38地產租，今日帶大家嚟長沙灣238大廈一個原則兩房現改一房324尺嘅單位。238大廈位於福榮街238號，喺1995年入伙。大高大概8尺半，個廳大概係10尺乘20尺半。間房大概係14尺半乘27尺半，咁原裝呢就係2間房嚟㗎。咁啊，而家打通咗變為一間。窗外景觀，廚房、洗手間。好，我哋今日睇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頻道，please subscribe, like and share。